那可是那是左边，你要往右边。哦，人哦，左右不分了。放到箱子里面对不对？哎呦，放得进去哦。历史性的一刻，大家如果有手机拿起来录影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多多呢准备了23把木剑，每一把木剑呢都是红色的。在我们的狗年呢，旺旺年呢，祝福大家呢做生意呢都可以现场的观众朋友，业绩都可以红红火火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，大家都看紧了哈。来，老师帮我请准备第4首音乐。那接下来的表演呢，每把木剑呢即将刺穿我们的纸箱，以及我们的里面各位林先生。接下来表演叫做《万箭穿心》，现场来宾来点热情掌声，谢谢。可以问一下吗？你老公有没有保保险？有保险那就好了。你个拍婆啊！你真无良心的人，向动安尼，你个拍婆啊！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邀请我们的林大嫂，来，林大嫂在哪里？来，姐姐来，赶快热情掌声一下吧！掌声一下好不好？人家说是英雄救美，现在是我们的美女要来救英雄的时候。好，没关系。哇，这么多孔，我觉得在里面真的，打开窗口是保持到表情就是小声一点哈，来点背景音乐就好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位林先生。